廣州天河區一帶將七夕乞巧節稱為拜七娘。七夕之日，拜祭牛郎織女2粒星同織女嘅6個姊妹，係嶺南古老乞巧民族嘅傳俗，列入中國非遺。巧者會融合拈花、紙紮、廣繡、織物等等嘅技法製作工藝品，例如七娘盤、珠串牌坊、鵲橋相會等等。金針就代表針線啦，粉絲咧代表係線，做到針線嘅就賺到錢啦。冬菇就代表係金錢啦，嗰個賺到錢啦，個枝竹就代表心滿意足咁啦。巧哥孫海鵬精心打造嘅貢品，就生動咁還原咗龍舟競渡嘅澎湃場景。在現場看，確實是很鼓舞人心。我也想把現場那種各位歡呼那種場景，盡量的去演繹出來。希望更多像我們一樣的這種年輕人，更多的投入到這些非遺項目之中，為這些非遺項目注入一些新鮮的血液吧。希望它更好的傳承下去。喺龍船排完之後咧，我哋就已經開始籌備㗎啦。咁但係咧，一般咧就我哋喺屋企籌備完之後，好啦，到差唔多啦，提早半個月或者1個月咧，我哋出嚟擺台，基本上都有8個人，打開大門都係歡迎嘅。珠川嘅非遺文化都係歡迎大家嚟參觀嘅。